以聖父、聖子、聖靈獨一神嘅名阿微。人嘅受造係獨特嘅，因為佢係喺第6日喺動物之後被創造嘅。我哋注意到聖經根本冇將動物嘅創造與人嘅開始連結喺一齊，因此咧，我哋反對咁嘅觀點。任何認為人係從動物自然演變而嚟嘅睇法，呢種諗法咧，其實咧係故意幾低人類咧，亦都讓人失去生命嘅目的。人只係個憑本能行動嘅動物，人係一個獨特被造嘅，有住獨特嘅目的。上帝用地上嘅塵土造人，並向佢吹咗一口氣，因此人呢具有神聖嘅維度。呢個並唔意味住人就係神，亦都唔係話生命嘅氣息人嘅靈魂，佢唔係嚟自上帝嘅發出一部分，唔係呢一樣。呢個存在嘅恩典係人類生命嘅恩典，係理性意志與創造力嘅恩典。呢個係人嘅靈魂所獨有嘅特質，所以喺身體層面上，人同其他生物有好多相似之處，但喺生命靈性同心靈層面上，人則與神有某種相似。因此咧，我哋明白聖經中嘅宣告，我哋要照住我哋嘅形象，按住我哋嘅樣式做人。首先我哋要做人啊。有啲人可能知道喺希伯來文中並唔會用尊稱嘅方式嚟講嘢，我哋要做人啊，咁表示唔係只係一個人喺度講嘢。喺呢度咧，我哋要做人，表達咗三位一體嘅，我哋嘅樣式做人，說明呢個係一個形象，係獨一嘅。按住我哋嘅樣式，呢度指嘅係神嘅本性，人嘅靈魂係按住神嘅形象與樣式被造嘅，人係唯一按照神嘅形象與樣式被創造出嚟嘅。形象係神在創造人嘅第一道印記，意味住人有某種與神相似嘅特質，而樣式或者話相似性 likeness 則表示人擁有自由意志，能夠選擇效法神。所以形象係一種內在嘅預備與潛能，而相似係人憑住自由意志喺生命中活出嘅選擇。因此亞當係照住神嘅形象被造嘅，如果佢繼續同神保持關係，繼續歸屬神，並守住神嘅偽命，佢將喺聖潔、公義、永恆、純正等嗰方面咧，不斷咁越嚟越似神咧。呢一切都係佢自由意志嘅結果。所以人咧係照住神嘅形象與樣式被造嘅。聖經亦都特別提到神嘅形象創造男女，並強調二者都同樣係照住神嘅形象被造嘅。神嘅樣式並唔指人嘅肉體性別為男或女，亞當嘅靈魂、夏娃嘅靈魂，無論男人或者女人嘅靈魂，先至係真正照住神嘅形象被造嘅。因此喺永恆裏，聖經話佢哋將如天使一般。呢個係咩意思呢？將來唔再有男同女，甚至喺新約中呢，我哋亦都話不分男女。因此身體嘅向度並唔係同上帝相似嘅根本，因為有榮耀嘅上帝就係靈啦，但係人嘅靈魂呢係照住上帝嘅形象同埋樣式咧被創造出嚟嘅。呢度咧亦都提到夏娃嘅創造咧，喺創世記入邊咧有一個非常之美麗嘅情節，呢個俾咗我哋對婚姻嘅深刻理解同埋信心。點解亞當首先被創造？呢個係聖保康書信中嘅經文。亞當被創造，說明佢係被上帝直接做嘅，而唔係由動物演變而嚟。佢係首先被造嘅，然後先至有夏娃。亞當係睇到動物們成雙嘅，動物們咧喺亞當之前咧就已經存在嘅。於是佢睇到每個動物咧都有自己嘅雌性伴侶嘅，而亞當仿佛係孤獨嘅，佢唯一嘅朋友就係上帝。佢同上帝嘅關係咧，同時佢同所有受造物嘅關係咧，亦都係正常嘅。受造物咧都信服於佢咧。耶和華上帝話：嗰人獨居唔好。雖然上帝對一切受造物話好，但喺創造人嘅時候話甚好。所以人係上帝所做最美好嘅受造物，因為人被召成為上帝嘅仔，係照住佢嘅形象同埋樣式。呢度咧，上帝咧從亞當係取出夏娃。所以咧，夏娃唔係獨立於
亞當被造嘅，因此夏娃同亞當有同樣嘅本性，所以全人類都有同樣本性，佢哋有同樣嘅肉體同埋血。呢對理解呢，道成肉身非常重要。點解基督取咗我哋嘅肉同血？因為亞當同夏娃最終係同一性體、同一肉體同埋血液。因為夏娃係從亞當而出，並且根據聖經嘅記載，耶和華上帝話：嗰人獨居唔好，我要為佢做一個合適嘅配偶幫助佢。創2.18分配偶，意味住價值上係平等嘅，因此佢亦都有人性嘅靈魂，係照住上帝嘅形象同埋樣式。佢嘅尊嚴呢，絕不低於亞當嘅，因為佢同樣係上帝嘅形象同埋樣式，呢個係人類最寶貴嘅地方。所以呢度配偶意味住夏娃絕唔係比亞當低等嘅，而幫助者則意味住一種互補、合作、結合，以便彼此成全。所以聖經從一開始就啟示上帝創造亞當同夏娃係有目的嘅，為咗確立一條清楚而穩定嘅律法。甚至喺摩西律法之前，喺舊約律法之前，耶穌回答佢哋話：你哋豈冇念過咁起初造人嘅係造男造女？呢個話呢，係基督喺太19.4分話要確認呢個係從一開始就擁有嘅，喺一切律法之前，上帝所安排並設立嘅婚姻已經存在。因此呢，人要離開父母同妻子聯合，兩人呢成為一體，創2.24分。因此一夫一妻嘅婚姻關係係一種比父母同仔女之間關係更親密嘅結合。呢度所講嘅人要離開父母，並唔係每次都要重新創造新嘅亞當，亦都唔會從亞當身上取出夏娃，而係透過婚姻生養眾多，遍滿全地。因此呢，跟住落嚟發生嘅就係亞當同夏娃呢對夫妻將繁衍出全人類。所以上帝唔會再用最初嘅方式創造新嘅亞當同新嘅夏娃，嗰只係創造嘅開始。因此咧，亞當咧係人類嘅元首，係我哋嘅始祖咧。呢個對於理解原罪或者罪性點樣遺傳有非常重要嘅意義。咁靈魂幾時喺度從亞當同埋夏娃而嚟嘅孩子身上生成呢？上帝賜下自然嘅生育法則俾男人同埋女人，佢哋一同生下有靈魂同身體嘅孩子。因此喺靈魂係從父母嘅靈魂而延續嘅，並唔係從外邊嚟嘅。所以我哋話亞當同夏娃嘅過犯使人性墮落，並傳遞到全人類嘅靈魂中。睇邊啦？我係喺罪孽裏生嘅，喺我母親懷胎嘅時候就有咗罪。詩篇51.5分。因此人出生喺罪嘅狀態下，或者話人生嚟就被算為罪人，人類因此承受死亡嘅審判。而基督嘅降臨正係為咗除去呢啲審判，使人得以潔淨，透過道成肉身與救贖而更新。所以每個人嘅靈魂都係亞當夏娃靈魂嘅自然延續，因為父母從受孕嘅第一刻就把身體同靈魂一同傳俾孩子，使其成為有生命嘅人。因此墮胎喺任何階段都被視為嚴重嘅罪，因為呢個係一種殺害生命嘅行為，除非係自然流產，而唔係人為造成嘅。人係以純潔無瑕嘅狀態被創造嘅，並且蒙上帝嘅恩典所保守，恩典守護住人，人就好似無辜嘅孩子，唔覺得自己人赤身露體。當時夫妻兩個赤身露體並唔羞恥，創2.25分。咁意味住當時冇如今男女之間嘅肉體慾望，佢哋好似純潔嘅孩子，受恩典嘅保護。為咗恩典嘅持續與實現，人嘅自由意志必須有一條偽命。呢條偽命以一棵樹嚟表示。呢棵樹真實地存在於伊甸園中央，因為若佢哋食咗，就會第一次經歷披住善嘅外衣嘅惡。佢被稱為分別善惡樹。但係呢條冇命呢係並唔難守嘅，因為有成千上萬棵樹呢都可以隨意食。但呢一啲命更加能夠實現意志嘅自由，就好似禁食咁呢，只係禁止一樣嘢。咁呢個並不難，對人嚟講選擇並不困難。我哋喺彌撒話，我憑自己意志食咗，我哋都將自己睇作同亞當一同參與咗呢項行動，因為我哋每日都好似佢一樣犯錯，拒絕並意志咁違背佢命。然而總的嚟講，繼命嘅存在係為咗實現人嘅自由，使人不至於陷入一種不切實際嘅自由。若人面前冇選擇，咁就係虛假嘅自由。
因此人應該有權選擇生命或者死亡。但係呢，人原本生嚟就係活着嘅，被創造為活着嘅，生嚟照住上帝嘅形象與樣式，或者被造為上帝嘅形象與樣式。但係死亡嘅選擇亦都係開放俾人嘅。所以後來呢，我哋話我為自己招來咗死亡嘅案件。伊甸園原本喺地上，大多數教父認為佢喺洪水中消失咗，唔再有其具體所在。但亞當嘅被造並唔係從天上跌落到地上，而係從伊甸園被趕到地上，並被剝奪咗最初同上帝嘅關係。關於嗰棵樹嘅事，生命樹是惡樹，佢原本喺伊甸園中，若人食咗生命樹嘅果子，就會享有永生嘅。亦即係話，若果人憑自由意志選擇堅持恩典所賜嘅生命，從起初呢，就喺其中呢，就會永遠活着。因此你哋會注意到喺墮落之後，人被禁止靠近生命樹，免得人仍舊喺墮落狀態下存活。呢個唔係神嘅旨意呢。上帝願意人永遠幸福，享有永生，但係必須喺純潔同佢所希望神聖嘅形象之中。至於神聖嘅形象，我再翻到呢度，人不同於一切動物，人有權利認識上帝，人能夠同上帝交談並認識佢，人能夠親近上帝，人能思想上帝，人呢能夠感受上帝，人呢係適合作為上帝嘅居所，人呢成為永恆不朽嘅伙伴。被造呢就係為咗永遠活住啦，但佢憑意志選擇咗死亡嘅。當然啦，呢個意志呢係受魔鬼嘅引誘呢，正如聖禮所講，死亡因魔鬼嘅執導進入咗世界，所以冇人能夠話上帝創造人係為咗讓其死去或者滅亡。神嘅旨意十分明確，佢創造人係為咗使人享受生命。亞當同夏娃就好似小 BB 咁，喺佢哋到嚟之前，一切都已預備妥當。神預備咗極度美麗奇妙嘅受造物，順服於人。神創造人係讓人享受環繞嘅物質世界，其中所有嘅動物都順服亞當。因此我哋作為科普特證教會相信上帝係創造者，創造萬有。喺人嘅受造呢係獨特嘅，人係上帝嘅形象與樣式，佢係極為特殊嘅受造，被召向永恆，同上帝一同分享永恆不朽。願榮耀與尊貴歸俾我哋嘅神，直到永永遠遠。阿地。